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3，诗篇15篇1节到2节，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治水伊的脚骹伫你的步边，治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，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诚实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正直、公义、诚实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荣耀的上帝，你是主爱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名受高举伫全地，你的荣光达到穹苍，世间人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称颂学罗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是阮全心所倚靠的，所以阮要来到你的圣殿，用学罗甲感谢做祭献予你。因为你是阮所爱的上帝，主啊，阮要专心倚靠你，阮要全无敬拜你，主啊，治水为脚骹伫你的步边。治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，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诚实的人，愿阮尊叹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